果没有你，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了然一生吧。师父，我该走了。此一去，归期难测。有些话，还是直接对师父说的比较好。我对师父不一样，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，哪怕半步。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市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海市，半步不远，奈何你遇上的是我，一副残躯，命不由己。当年夷王以讨逆之名作乱，屠戮宗室，鞭挞黎庶，残害良者。太子伯耀宣称与国共命，悬梁殉国。阿胥与我百无凭靠，奋毕生之力，只为挽家国危亡于万一。见尽头的远路上，她和子簪姐姐是我仅有的同路人，可我却因为方家之祸，一时冲动，提前合围，不仅害死子簪姐姐，也害阿胥命悬一线。为了稳定军心，不使局势再度反复，为了不让此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，也为了留住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成为了阿胥的白皙，从此与他命运一系。他的伤痛、厄运都由我来替他承担。海市，如果没有你，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了然一生吧。可有了你，更让我明白，什么叫虽然无悔，但却有憾。海市，对不起。